雲林縣消防局有做統計，講今年1月到10月卡來電話有25%以上攏是內亂的，影響到救援的效率。好民眾甲這119專線留予有需要的人，而且亂卡電話、亂通報，相當會當罰到5萬塊。喂，九你好。喂。 119執勤中心人員接電話，所無任何聲音回應，抑有一卡電話報案，所問者敢是真數。根據雲林縣消防局統計，今年1月到10月受理63000多通報案電話，無效報案的電話都16000多通，佔2成5。報案電話中啊，大概有1/4以上是屬於無效通話。那這些無效通話中啊，大概高達70%以上啊是惡意騷擾，或者是 無故撥打的。雲林縣消防局表示，雖然雲林縣目前無因為亂報案被罰的案例，不過消防局強調，濫用報案電話唔但浪費資源，也可能佔線危害別人生命行為。照消防法規定，若報告卡報案專線，或者是黑白報在前，應罰1班到5班。我感覺足一個代志，就是你自細漢教育就愛做好啊。啊！你這老師都攏無尊嚴去啊，是變啊教囡仔。鄭重呼籲哦，請民眾不要無故撥打119，因為他已經違反到消防法，那可以處罰新台幣1萬至5萬元。消防局也講，為提懸效率，建議民眾先向市內電話報案，應自動顯示地址，加速救援派遣。用手機報案，可能顯示基地來信號。應下載119報案 App， 應精準傳送回地資訊，提懸救援效率甲時間。記者綜合報道。